主厨好时刻，来，阿郎哥，教大家做乜嘅好食嘅5粒星嘅料理。今日準備嘅係南洋料理，南洋料理，好食冇？一想到就係辣嘅，因為南洋愛熱，辣嘅啦，酸嘅啦，較開胃嘅，即係出汗嘅啦，冇麻鐵片，哦，最主要呢係好食，下飯熱天啊，食得出來是最好食。哦，今日準備咗啦，打拋肉，打拋咯，打拋嘅意思係乜嘅？打包仔，哦，聖杯打包就香辣香酸。哎，冇啦，打拋係叫醬，哦，那打拋醬，打拋醬，裡面有香茅啦，還有辣椒啦，還有當多嘅調味料，就南洋嗰種醬啊，乜個南薑啊，春節就啲過啊，比如咪當香，辣米，哦，你睇今日啊，準備係食本空鉗啊，用慢做，打拋肉，我哋啊教你用慢做，哈，今日準備。哦，你啷個準備乜嘅咧？我停車乜嘅？然後啷個切用煙？等我當定你喎。從你啊，長度哦，你啊搭幾條煙哈？哦，見得。我哋啊教你切蔥頭，好來蔥頭哦，不流淚的方式，不要看它，不要。咪看住就唔係廖木正係唔上心。戴蛙鏡，戴安全帽，戴安全帽總的，全罩式安全帽，很便宜切，便宜啦，最主要用慢切，像你啊冇切斷，啊，摘過來一刀，摘過來以後，你冇斷哦，哦，你按到洋蔥碎，啊，啊你啊唔會，你咩？你一節冇係哦，你就前面一節就會，係嘛？係冇長短哦，係個重調呀，係啊。好，你喺外面控油，來切一節，哈，來一片啊，來切油椒，好嚟，好嚟，唔好剁啦，你係剁到緊剁啊，技術面，技術溜木節啊，哦，咩人多啲方式看唔會吧？係未要人啦，多係厲害，實唔會啦，哦，我哋下，用啲大功告成。哎呀，抽吧。山西啊，你下普遍哦，羅曼生菜啊，你下推翻東，哎，山西係食嗰種蝦鬆啊，蝦鬆咪用你下好食啦，哦，較甜，還有水。好來，哎呢，蒜頭，好油誒，切對就得啦，切片。台灣話聽什麼辣椒呀？唔是，我要看表演啊！好，來蒜頭，辣椒，你有食辣嗎？有，所以太辣椒唔會辣啦。有樣冇講。太係寫比起來，一定看唔會辣的呀。鹽薑辣啦，鮮魚薑辣。哦，好，留條春嬌啦，縫隙給它生存啦。不過你唔薑辣，啱未切到的哦。你挑板就好啦。你一件凍辣，阿冇片。真嘅啦，太不辣啦。冇，還有你醬啊，你醬。哦，你還有呢tomato。拜託下。好。好，你tomato普通啊，什麼咖喱tomato？你tomato啊，係基本啊，為了節目啊，準備牛番茄，因為出邊係兩隻tomato啊，刀嘅，春嘅，哦，咩啊？擺起啊醬，我能講啊，然後佢一開始哈，一開始，好，你啊，這本腦買，係。開始做得嘞，好，小小的改變了，好，要留人的嘛？我唔啲，唔啲乜嘢，係冇乜嘢，我不用佢煮吧，我真不用嗬，是不是吧？你tomato咪係，
你中間你弄啊，我哋講弄啊，哦，你弄，你係未肉啊，摸得睇啦，你一睇到，哎，就睇打爽，比較有水分，哦吼，給辣，用英文用沙沙醬，應該用做英用沙沙醬，一種哦，一種沙沙醬哦。好，再過來從你啊，起煎炒，牛皮打白盤的嘛。哎，然後起煎炒，因為較重要話一拍，一拍長落呀，你拍用啊，出去煮好了。唔是，好啦，將兩年卡卡的，你啊起煎炒吧，最等於鬧係乜嘅？最等於鬧係是緊用刀啊，刀個係冇辦法面糊啊。哦，哎，好。哦，安是做得啦，你後背骨頭啊是梅，黃梅，好，但是啊切菜未係一種嘅技術，學習吧吼，好，倆，檸檬，你演吃沒有？安做得咧，哦吼，好，倆下不用倆。柠檬，也不用了。好，对嘞，好，来，快攻。佢是打拋嚟嘛？打趴，我打趴他。哦，來，哎你啊，開始用了，豬腳肉，啊。嘿，你講加我冇生油，唔是加油。其實咪唔是不用油啦，係真緊啊用，因為不鏽鋼鍋，你是不用一啲啲的油，然後油也倒太去做的咧。哦，啊就潤鍋啊。啊，你睇冷煲咪就係不用啊。其實啊，用咧一般是辣的。哎，今日啊，炒安太盤，今日研下豆啊，還是炒豆豆啊。啊，一般嚟講啊，因普通話媽媽純情性不用油啊。不用油，傾向嘛個蒜頭米啊，韓國啲辣椒純情不用落去。今日出貨啦，嘿，今日唔是啊，今日啊，我哋講，佢本身有油，因為白油出來啊，白油出來就會保護他自己。韓國等下因中間人不用，因為蔥頭啊、辣椒啊純情不用落去，因為傾向啊，因樣最正確嘅。咁冇出貨啦，來嘛，你先不用我出貨啦，佢冇出貨啦，你要吃油。你超市我係縫石係嘛？它最近五盤嚟吧？唔會啊。你超市咩縫石啦？好啦，燙起來啦。等一下。哦，等下嚟看吼。哦，你睇豬腳肉啊，記得咯。係對賣場啊，也超市啊，而賣，梗係賣個貴盒嘅。係啊，貴盒嘅。冇蛇啊，主要是冇蛇咧。冇蛇哦，切汁落去。係切汁落去啊，因為啊，叫做低溫殺菌室啊。它已經殺菌好，有處理過嘅。哦，除非啊，媽媽出現的奶駐店裡賣。哦，用特別用落駐店。哎，該菜市場啊，裡賣，基本冇生食麼？哦，食緊嘅豬肉啊，哦，同樣三青肉啊，又賣肉，嚟做狗肉啊，叫生食好樣嘅狗，好，來凍香啦哈。你買咩食啊？你一食好啊，你一搞好嘅肉啊，洗過啊，佢就會出水，就變磨色，係嘛？佢當磨色，韓國你一炒起來啊，唔會香。好，你啊變色咧吼，變色啦，你啊做狗肉咧，嚟唔開來，韓國哦，將薑嘅蔥頭，嗱少嘅蒜頭。好。哦，你啊，蔥頭啊，是最香的，蔥頭啊是最甜的，哦，將你啊肉按倒啊，你不用貴價嘅蔥頭咪都得。哦，因表現太薄嘅哦。你講你還沒當油啊？跟冇會啊？泰國啊、越南店他們在炒這一個打拋肉啊，個凍油啊，因為啊，叫佢夾啊。哦，即係木馬咪冇用呢種嘅，嚇，佢普通係用嗰個鐵嚟木嘅，鐵木嘅啊，就係用下多嘅油啊，好，當香咯，好，就過來啊，當然食餅呢種嘅，打
打抛酱。你要買麥當呢？你一般啊，賣場也係超市春前又買。哦，韓國係真緊啊！你要菜市場啊，很多那個新住民。地方有新住民嗎？張板過來啊！越南妹。哦，張板過來。咁難唔靈解決。因為做安泰盤，它係當等一下哦，還先不用呢，看不難嗎？你看新住民啊，有啲咪當3萬哦，幾個骨架廳，你西頭啊，很多菜市場都可以買東西，就你買啲嘅假嘅東西啊，還有買河粉啊，哦，嗰啲春前賣到，冇買來哦，咪是做中落啦，安泰盤，板車機，好，來，打過來，tomato，牛，係孬。咪冇會鹽哦，咪冇會湯哦，就靠個打拋醬嚟嚇。係。試看看有冇爛冇？來。有鹹冇？有鹹。有爛冇？辣還好。有鹹沒有？這道菜最珍貴就是 serve。serve。你還嘛？呀！那你就是數頭頂的頂死的喏。看看我爛，來，有鹹冇？有鹹，有爛還好，辣還好，有鹹沒有？這個最後再加嘛，檸檬，好來，你要加落檸檬落呀，就最後的加分，哦。南洋的味道，當然，最尾安尼呢，佢起千插哦，完全冇重用咯。胡哥，再聞一下。哦，加分，當炒飯的味道。哦，食過來，安尼，胡哥講我用你啊烏的吼，哦，用烏的是烏的啊，你夾過咧？不會吧？啊，拌麵，不得了啊！哦，一定看有當炒飯，就是哦，一飯做已經泡，真當我食。哦，要行下加分嘅哎呦。用做啲前菜做唔得啦，攞到你一隻毛。你講下黑幫會搶嘅，唔會啦。哦，按功夫。因為啊，佢用嘅冇背賣啊，所以用按照比較通俗話叫大陸妹，按照大陸 A 啊，大陸妹冇用大陸 A 啊，大陸 A 哦。食起來浮浮，按做得用咧用誒，按照羅曼生菜，按台灣你也未當到，就過來，再點綴一下，哇塞，番茄打拋豬，等下肯定嚟試試看啦哦。打拋豬，蔥頭、蒜頭、辣椒誒，切鹽插切幼幼誒。生菜切節節的，토마토填濃拿鐵後剁幼幼的，填豬腳肉炒到變色後，裝邊蔥頭、蒜頭、辣椒的，大泡醬、토마토、檸檬汁、切鹽插炒到入面，然後倒一盤的湯，邊倒嘅生菜填토마토，安尼南洋風味的料理就煮好咯。